大家好歡迎大家再次嚟到Ben 實德專業股評時間。今個禮拜大家都見到啦，市場上面大幅嘅波動啦。當然就要多謝或者受益於邊位咧？特朗普呢位再次上任嘅美國總統啦。由佢喺上個禮拜所謂嘅解放日啦，就係叫做係對全世界開徵關稅之後啦。當中個波動性大家見到啦，日日都好似過山車咁樣。同時間啦，去到最新嘅情況就係咩咧？又係一個過山車啦。就點解咁講咧？因為佢又話咯，暫緩對一啲貿易夥伴啫嘛，一啲關稅嘅加徵90日嘅一個時間。變相大家個問題就係見到，佢嘅政策上邊咧個變化真係可以好大，亦都好突然。對於一個叫做投資者嚟計啦，當然係件壞事啦。但係同時間有一樣嘢都可以肯定嘅，就話佢個政策上邊個變化咁大，或者咁即係彈出彈入嘅時間啦。我哋一啲其他嘅貿易夥伴啦，肯唔肯？有冇咁大嘅誠意啊？又或者咁大嘅心神啦，再同佢傾咁多嘅貿易條件咧？相信呢一樣嘢咧，對於一啲其他國家嘅決定嚟計啦，絕對係一個叫大嘅考驗啦。但係去到呢一刻啦，當然我哋最關心嘅就係中美之間嗰個問題啦，因為呢一樣嘢就更加直接啦，影響我哋中港嘅股市發展啦。現階段啦，見到中美中間啦，佢哋貿易上面嘅問題咧，好似個情況就越嚟越惡劣啦。大家喺個關稅上面啦，喺個商品嘅關稅上面咧，都係有互相開價嘅情況喺度。變相呢樣嘢就對我哋嚟計啦，應該就多少有少少負面嘅。但係個問題就話負面得嚟，亦都見到個市唔係太差喎。點解咧？其中一個問題就話，喺外來嗰個情況越嚟越大嘅壓力底下，見到啦啲政策上邊咧，希望中國內地啦，增加嗰個內需嘅情況而平衡翻一啲叫做外嚟經濟嘅影響性。喺呢樣嘢啦，我相信都係今年以內啦。大家喺個揀投資產品上邊啦，或者一啲企業上邊咧，係一個好大嘅條件嘅。但係啦，而家就啱啱開始啦，要做政策上邊啦，未有太多直接落地嘅地方。變相啦，而家先係好似我上個星期咁講啦，揀翻啲穩陣少少必要性嘅消費品公用股，好似上個禮拜提過電力股上邊啦，呢一樣嘢絕對係可以繼續去考慮啦。但係其次啦，我哋如果話要冒險多少少，或者揾啲潛在空間可能更加大嘅，可以考慮乜嘢咧？我自己覺得啦，可以考慮一下啦。啲教育服務相關嘅一啲企業點解咁講咧？如果大家呢幾日有留意新聞啦，美國成日都喺度提啦，特朗普成日都有提啦，就話呢個商品嗰個赤字、商品嘅貿易赤字問題。但係啦，如果大家細心睇或者聽翻一啲叫做唔同嘅新聞咧，都會聽到一個字眼，以前係比較少講嘅，就係服務業嘅貿易嘅問題啦。其實原來咧，美國對中國咧，長期出現一個服務業嘅貿易順差喺度嘅。呢個服務業貿易順差其實講緊當中有啲乜嘢咧？包括旅遊啦，或者啲知識產權等等。長期一個順差，但係好似聽唔到特朗普有提過任何相關嘅問題。如果你話嚟緊因為中美兩國中間嗰個爭拗點越嚟越多嘅時間，我相信呢個服務業嘅情況咧都可能會受到打擊。但係今次打擊嘅就唔係中資企業，更加多嘅可能係啲美國嘅企業。變相啦，我哋可以從中咧揾，如果打擊咗美國企業，有咩中資企業或者板塊可以諗下咧？其中一個咧，我覺得咧可以考慮就係頭先講過啦。啲教育服務，點解咧？因為原來睇翻啦，近幾年咧，呢個美國對華呢個服務業嘅順差裏邊咧，當中佔比最大咧就係旅遊，包含教育呢方面，因為其實好多唔同嘅一啲朋友啦，可能進修留學嘅時間咧，都係擺咗入呢一個叫服務業嘅順差喺度。但係啦，當兩地爭拗嘅時間，當然就有問題啦。就係當中一啲叫簽證咧，就越難越出越難越出到。變相啦，呢一樣嘢對美國相關嘅一個服務業上邊咧係一個問題啦。但係你冇得去美國進修啦，或者再留學啦，變相
多咗咩時間咧？應該係留翻國內啦。咁所以變相嚟計啦，咁啊對於國內嘅教育服務業嘅企業咧，應該就有一啲好處嘅。咁當中有冇啲數據話俾我哋聽？咦，開始有啲好處喺度喎。咁啊當中啦，咁啊睇翻其實最新個內地 CPI 啦，咁啊1至3月就係第一季 CPI。咁啊成個 CPI 嚟計，大環境咧就跌0.1%嘅。咁但係當中原來教育服務呢個分類嚟計咧，佢係升1.2%。咁即係話其實啦，呢一方面嘅需求見到可能啊，就係有個越嚟越大嘅情況。咁啊變相啦，呢個板塊已經今年啊慢慢嚟計啦，佢哋 show 出嚟嗰個叫做正式利潤，可能比我哋想象中更加多添。咁所以呢方面啦，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下或者再揾下當中有咩寶物啦。咁我星期就咁多，咁啊下個禮拜再同大家見面啦，拜拜。